俾你嘅情緒好好地去釋放出嚟，係啊，所以我都一直好努力咁樣去做我呢一個嘅課題，呢個係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課題。都希望你哋今日在場每一位，希望你哋以後生活經歷啲乜嘢都好，幾黑暗嘅嘢都好，都唔使驚，係啊，因為我哋在場咁多位，相信我哋都感同身受呢一種感覺，俾我哋嘅情緒好好地釋放30秒。所以呢一首歌叫做《情緒30秒》。為昨日某件事情，在今日激動未停，也許知今反應。人情感往往亦太豐盛，思緒亂了，心境沒法子稍作暫停。害怕突發地動情，受傷後心路歷程也勁，悠然作聲，如漩渦永遠沒法安靜，忘形或者適應到一並，來疑問為何受刺激，原來只怪在自己想下去。I do care， 連情緒都可給佔據，仍難放得開所有離愁，必須成為累贅，或如水暖前後再聚。原來乾脆亦是一種面對。I do care， 有時間傷口中漸退，為求半分鐘不要延長下去，在下秒鐘請及時停下眼淚。渡過着各樣劇情，或收穫一份動容最好，也能珍惜。好悲怒可會看着了高榮，仍全力想傾聽這衝擊。常問為何受刺激，原來只怪在自己想下去。I do care， 大是最都可給佔據，幾多必須苦水，有時候也想擊退，這正是難應對，寂寞是難抗拒，別氣餒，期待幸福可以自取，停和半秒，留神半秒，仍然進去。I do care， 原來非錯在自己想下去。I do care， 而常常出口很有趣，一點即使走出去時候會否不對，若是遺忘了我，但面前還有你在這裏。再次重申，希望你哋每一位都可以揾到一個自己情緒嘅出口。